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泰安樓豐盛真味30直播間。Hello， 大家好，又係我貓店長鮑魚仔助理阿呢，我泰安樓豐盛真味30直播間，歡迎大家嚟到呢度。今日我哋嘅主題係講海參。咁海參當然好多種，但係我哋今日咧係會介紹4種嘅海參，示範一啲泡發嘅過程啊，海參嘅功用啊等等。咁你見到我哋而家呢度咧可以俾大家睇下咧，有4種唔同嘅海參喺度嘅，4種唔同嘅海參喺度。咁大家都可能好面熟噶啦，有婆參啦，有呢個澳洲嘅禿參啦，太平洋嘅江禿參，同埋好受歡迎嘅關東鳥參。咁稍後我哋就會慢慢去講翻呢4種海參嘅功效同埋唔同嘅食法。但係第一個環節都同大家一樣啦，先同大家傾下題外話。咁今日想分享兩個簡單嘅故仔嘅，一隊探險隊深入咗呢個叢林，回程嘅時間呢，唯一嘅木橋呢，就已經俾洪水沖斷咗啦。咁大部分人都唔過到橋，見唔到條橋，所以好絕望。領隊好平靜咁講：橋原來就喺呢度。咁佢即刻自己試下落水，摸索下究竟個橋墩有冇冧到。果然個橋墩仲喺度。佢踩住橋墩，啲水係去到腰以下嘅啫，就慢慢一步一步帶領啲隊員過到去。因為走過咗，先知道恐懼唔係水深，而係不敢跨出第一步。好多阻礙都係我哋自己想象出嚟嘅。當你決定行動嘅時間，腳下自然會行出路。第二個故仔同銷售都有關係。兩家鞋店喺對面開鋪，左邊個老闆就掛上咗閉店折扣清倉，客人絡繹不絕。右邊個老闆呢，就掛出開幕大優惠，同樣生意興隆。年輕人覺得好奇怪，就對住個老闆好疑惑。老闆就笑住講：其實開幕同閉幕都係一種說法嚟嘅啫。客人要嘅唔係理由，係要感覺到自己做出聰明嘅選擇。呢個仔啟發到我哋一樣嘢，原來同一件事換個角度去表達，結果係截然不同。你冇辦法改變事實，但可以決定點樣去詮釋佢。如果大家有唔同嘅故事，可以不妨同我留言，俾多啲意見我哋，我會同大家分享返，等多啲人認識。多謝各位，如果鍾意呢個環節嘅，記得點讚、訂閱、分享。今日正式進入我哋嘅主題。今日主題係乜嘢呢？就係海中人參，海參。咁海參當然有好多種，今日我哋咧只係略略介紹4種嘅海參，比較常見嘅。一種咧就係澳洲嘅婆參，好大條嘅婆參；一種就係澳洲嘅禿參，另外一種咧就係太平洋嘅江禿參，同埋最受歡迎嘅關東刺參。咁我哋會略略做一啲示範，係關於關東刺參嘅泡法。首先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泰安樓豐盛真味30直播間。剛才分享咗一啲啟發性嘅故事，而家正式進入我哋主題。其實海參呢，亦譽為海中人參，因為佢富含呢個膠原蛋白、黏多糖、精氨酸，能夠增強呢個免疫力，修復關節、滋陰補腎，所以好適合呢個手術後調理長者或者係注重皮膚保養嘅人士嘅。咁多種海參呢，有冇可能一次過介紹晒嘅？今日呢，只不過同大家分享4大類比較普遍見到嘅海參。第一類關東鳥參。關東鳥參呢，
較近嘅，大家睇睇先。綠排刺，佢個刺針咧係尖挺嘅，黑褐色，爽滑彈牙，唔軟爛嘅，好適合高檔嘅宴客，可以沖燒啊、包汁球。第二種就係澳洲嘅婆參，澳洲婆參好大條，大家都可能喺出邊成日都見到噶啦。表面平滑，底部有白石灰，軟糯厚身，紅燒同埋炆花膠都好適合。第三種就係澳洲嘅禿參，澳洲禿參，佢冇刺嘅，圓柱體，灰皮，軟腍入味快，較細長，爽脆，煲湯釀海參都啱嘅。第四種就係太平洋禿參，江禿參，皮薄光滑，較細長，爽脆平實，快炒涼拌都啱。呢個就係太平洋江禿參。咁呢度就係4種唔同嘅海參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嘅，呢度有4種唔同嘅海參。拉遠少少俾大家睇下。咁幾時食海參最好呢？其實海參係一種傳統滋補嘅佳品，對改善現代都市人常見嘅疲勞啊、免疫力低下、皮膚乾燥啊，又或者三高傾向都有幫助嘅。只要食用得當，而且冇特別嘅禁忌嘅症狀，佢就好能夠幫到身體進行溫和嘅調理。咁多種海參，究竟幾時食先好啊？好多人都好有疑惑嘅。其實正常嚟講，一般我哋比較通識嘅就知道立秋至立春，秋冬進補，咁呢啲時間咧就好適宜食海參，因為而家嗰個時間咧，人體嘅代謝比較慢，營養好容易被儲存利用，尤其符合傳統秋冬養陰嘅理論。但亦有醫生指出，海參只係一種食物，佢只不過係一種食物，理論上任何季節都可食用，唔需要過於拘泥，關鍵就係睇個人嘅體質嘅啫。總體嚟講海參低脂肪、低膽固醇、高蛋白，好適合營養過剩、壓力大嘅現代人。精力不足，好容易攰嘅，特別適合努力嘅勞動者啊、律師啊、會計師啊嗰啲，就有助於舒緩、緩解嘅疲勞，增強嘅記憶力嘅。免疫力低，易感冒，成日都感冒啊、咳啊嗰啲咧，咁基本上咧，海參嗰個多糖同埋皂苷咧，能夠調節免疫，適合體虛、畏寒、亞健康嘅人群。咁如果話有啲女士啊，或者老人家都好啦，或者男士都好啦，個皮膚經常乾燥、好暗啞、冇咩色澤嘅，富含膠原蛋白嘅海參咧，就有助於養顏、延緩嗰個衰老嘅。至於三高個傾向者，咁佢能夠輔助調節血脂，且幾乎唔含膽固醇，相對係安全。食用海參嚟講，相對係安全。如果有啲睡得唔好嘅，瞓得唔好，心煩，咁海參可以適合腎虛導致到多夢啊、心慌等症狀嘅人士嘅。另外一樣嘢，經常都會有出現噶啦，都市人就係便秘問題，對老年人嘅血虛、腸燥引起嘅習慣性便秘咧，特別有效。咁其實我哋食海參咁多益處，咁究竟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禁忌或者注意嘅事項呢？咁呢樣嘢都要同大家講講嘅。喺咩情況下邊咧，唔係太適宜食咧？好似急性發病期，感冒啊、咳嗽痰多啊、急性腸炎啊、腹瀉嘅時間，就唔適宜食用啦。有好多嘢都知道噶啦，呢啲都好多物質我哋都唔適宜食用嘅呢啲情況。過敏體質，對海鮮過敏嘅人士咧就禁用啦。
特殊病患嘅，譬如痛風、高尿酸嘅患者就唔適宜長期食啦。甲亢患者因為含碘量高，亦都唔適宜多食嘅。脾胃虛弱者消化不良，個舌苔厚膩嘅都唔適宜多食，因為蛋白質高，好難消化。咁有啲乜嘢人係最適合食嘅呢？其實任何人都可以食你要睇返你自己體質啦。當然最適合嘅咧就係喺適合病後或者手術之後、產後身體比較虛弱嘅時間要恢復，同埋年長體弱嘅老者都適宜咧係經常食用海參去調節返個免疫系統，保養返自己。呢個其中亦都係一個養生之道嘅最好嘅食材嚟嘅。咁點樣食法先好呢？咁好多人都好疑惑啦，因為我哋好多客咧而家都好似呢啲咁樣本身已經揀好晒俾佢咧，幫佢泡法啦然後跟住獨立包裝佢兩條又好，4條又好，或者係6條又好。咁其實建議咧，每一日咧都可以食一隻，或者隔天一隻，唔好太多，唔好一次過食好多。大家都知道嘅啦，你一次過任何食物，你一次過食好多嘅，你其實都會壞肚皮嘅啫，冇益處嘅。點樣食比較好呢？咁有啲簡單嘅推介嘅，清燉煮粥，好似海參小米粥啊，蒸蛋最好啦，早上空腹食用，吸收就最佳嘅。但係海參唔係代表唔需要避開其他嘅嘢嘅喎，有啲嘢都會相克嘅喎，好似柿啊、石榴啊、山楂啊、葡萄嗰啲含酸性好高嘅水果同食咧，會影響蛋白質嘅吸收。咁呢樣嘢我哋盡量避免。嗱，咁4種嘅唔同海參，咁稍後我都會示範真正泡法關東遼參，因為而家我哋做緊呢個優惠，可以免泡發工㗎。其實大家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要注意嘅地方咧，咁首先講講啦。關東遼參泡法嘅時間咧要冷泡，跟住煮開咗佢先會發大，然後再冰水發，全程冇油，煮後冰鎮先至保持嗰個彈牙爽口嘅感覺。澳洲婆參咧就比較煩少少嘅，手續多啲。以前係火燒外皮，而家唔使，刮淨佢浸泡要去晒佢嘅蠟質，否則佢係發唔大嘅。咁呢個係比較多功夫嘅。澳洲禿參直接用清水泡浸泡就得啦，跟住煮，內膜要刮乾淨，如果唔係佢會比較腥重味嘅。太平洋嘅江禿參呢個簡單浸泡就得啦，同埋快煮，唔可以煮得太耐，因為咧佢好容易變爛，佢比較滑身乾身所有啲泡法呢啲海參咧，我哋都禁忌咧掂到油、醋或者手汗，令到海參自己溶解，一定要用純淨水係最好噶啦。咁喺個烹調嘅時間有啲咩注意嘅事項，同埋有咩最佳嘅食法呢？咁我呢度都同大家略略分享一下。嗱，關東遼參嚟講呢，就唔適宜燜煮超過20分鐘㗎，超過20分鐘啊！佢因為佢會失去嗰個彈性呢，冇咁爽口噶啦。簡單嘅最佳菜式呢，就係金湯小米扣遼參，養胃又養顏。如果大家需要呢啲菜譜呢，不妨留言俾我，我再補翻俾你哋。澳洲婆參呢，要注意啲乜嘢呢？必須一定要燜煮至到軟，起碼45分鐘。你睇佢軟咗未先？未軟你都繼續要煮落去。最佳菜式係乜嘢？鵝掌鮑汁婆參，佢一種好豐滿嘅口感咁呢個呢，都係一個好唔錯嘅菜式。澳洲禿參，因為佢好容易吸收湯汁，所以唔適宜煮得太耐。最佳菜式可以推薦俾大家嘅就係雞蓉燴禿參羹，老有咸宜，個個都啱食，亦都容易入口。太平洋江禿參咁要注意啦，因為佢個江身其實佢都好容易腍嘅，所以快炒之前呢，一定要飛水10秒。最佳嘅菜式係乜嘢？
我哋炒就比較適合嘅 XO 醬西芹炒江禿參，爽脆又開胃。嗱，咁講咗咁多關於江禿參啊、禿參啊、婆參啊同埋刺參，俾幾個口訣大家易記啲嘅。家常養生選關東參，宴客軟糯用婆參，會刺就要用呢個禿參，快炒爽脆江禿參。嗱，我哋而家咧關東嘅刺參咧係有代發包裝服務，只要客人咧為顧到半斤、4兩半斤或者1斤關東遼參，即刻可以咧享有我哋嘅專業代發服務，而且獨立包裝嚇，睇返你嘅需求，你可以2隻包、4隻包或者6隻包，而且仲有咧就係你哋如果遇到啲咩問題，留言俾我哋會抽個位咧送試食包嘅，同埋呢個雞油菇。最後我哋今期咧會推出關東遼參免發工同埋獨立包裝優惠啦，等大家無論送俾人屋企人自己用，或者更加省時省力嚇。而重點我哋再講一下就係關東遼參嘅好處，同埋推介一個簡易嘅食譜。再俾大家睇睇先嚇，關東遼參刺身挺尖，6排刺呢個係肚同埋個沙嘴啦，睇到個沙嘴啦。關東遼參咧係產自日本北海道，參壁厚實，營養豐富，其性咧係比較溫和，入心神意經嘅，具補腎益精、養血、潤燥嘅功效，富含膠原蛋白、黏多糖同埋皂苷，有助提升呢個免疫能力，加速傷口愈合，抗疲勞、延衰老，特別適合術後調理虛弱體質同埋中年人養生嘅用處。咁我哋推介一個簡易嘅食譜，就係海參小米粥。將泡發好嘅關東遼參切開塊備用。小米洗乾淨，加水將佢煮到濃稠，放入海參、薑絲，小火煮5分鐘，加少許鹽，枸杞調味。每日朝頭早起身溫熱食用，溫養滋補，養胃又安神。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不妨試下用呢個食療方。最後再同大家呼籲一次，你煮海參遇到咩問題，留言俾我哋會抽出一位送試食包同埋送贈1包雞油菇。想知多啲，快啲留言。仲有一個消息同大家講嘅，5月下旬我哋都會參與 Kita 配送嘅服務。凡位於鰂魚涌至到柴灣一帶嘅朋友仔，可以留意 Kita 泰安樓店。下一期講返一啲最大眾化嘅食材，傳統智慧，絕配湯料。下一期再見，唔好忘記點讚、分享、訂閱，感謝大家嘅支持。下一期再見。好，我哋今日先嚟睇下最受歡迎嘅關東遼參。我呢度咧大約有7兩幾啦，40幾條，7兩到40幾條關東遼參。咁呢啲由140至150支嘅。咁我哋今日示範一下點樣去泡法。因為關東遼參咧本身嗰個針刺係非常之挺尖嘅，非常之挺尖嘅可以俾近大家睇下，非常之挺尖嘅，好靚嘅咁後邊個肚咧見到個沙嘴咧，見到個沙嘴有個肚啦，6排刺，非常之挺尖嘅，食起上嚟咧非常之彈牙爽口。但係問題一樣嘢咧，就係話泡發嘅時間啦、過程咧都要好仔細。如果唔係咧，佢有機會泡爛或者係發唔大嘅。
首先我哋喺呢度將我哋啲關東鳥參揀一兩條肥仔啲嘅，就泡水。我哋而家揀兩條靚啲嘅攞做示範先。呢條都 OK， 呢條好肥條啲，6排刺，好挺嘅啲針。咁揀多條肥仔嘅，哇！當然天然嘅嘢就一定係有大細㗎啦。同一批貨嚟咧都有機會有大細嘅，咁先至叫做天然唔係人造嘅，唔係機械唔係 AI 做出嚟咁所以就天然嘅。咁呢度有兩條啦。咁我哋點樣泡法咧？首先我哋一定要有個盛器啦咁呢個盛器咧一定係咧要乾淨冇油嘅。我哋唔好用礦泉水，唔好用水喉水，用純淨水或者係過濾水。唔好直接用自來水因為咧自來水有氯氣，礦泉水咧有好多礦物質，都會有機會咧破壞到海參本身嘅營養價值，或者泡發出嚟嘅時間咧唔係咁容易控制，就未必泡到最靚嘅海參出嚟㗎啦。咁我哋呢度咧已經準備咗一啲咧係過濾水㗎啦。咁而家咧你見到呢兩條咧就係揀咗出嚟嘅關東鳥參140至145支嘅。咁大約我呢度有40幾條，我而家發兩條示範先呢個咧就係個純淨水。咁倒落去容器度，全部要浸過面，係啦，見到啦，而家浸過面嘅，全部浸過面。咁跟住咧就用保鮮膜，咧將佢包好，再吸翻個蓋咧，就放喺個雪櫃邊度咧下格浸24小時。大家睇啦，浸過面嘅，而家浸過咗面啦，好簡單嘅啫呢個步驟。放喺雪櫃裏邊下格浸24小時，中間每8至10個鐘嘅時間咧換水一次，記得全程唔好掂人，手都要乾淨。OK， 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步驟啦。到時泡咗24小時之後咧，我哋再繼續下一個步驟。可以俾大家睇下而家呢個浸咗大約係10個鐘度啦，10個鐘度俾大家對比下我而家手上有一條未發之前嘅大約大咗肥大咗大約係三分二度啦未發之前係咁樣嘅。OK， 而家發好嘅時間咧就咁大條，睇到啦。乾身，你見到佢漲身嘅開始，咁而家換一次水，先再做第二個 step。